等会儿应该小老母要回家了，应该这几天也恢复回老家。啊，抱吧，你冰的手好冰哦，手冰冰的。好，抱过去吧。我感觉我手机没电了呢，只有80%。那个狗是谁的？我的呀。他们拿过去抱了很热和，很暖和。可以再来抱一下。呵呵。不可以抱。你不认，他不认识你啊。
我讲我不是讲我是那个，是那个跳舞跳得非常好那个左，哎呀，想搞忘了。叫什么左嘛呀？搞忘了，哎呀，想短路了。这什么左嘛也想搞忘了，他跳舞跳得多好呀！什么舞都会跳。哎，好，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。你就不会回老家吗？不会。好，要成都。给你先一个的。哎呀。好久他一般在外面演出，一般不在成都的都比较少。高嘛1.7米，登之和他在一起就是小弟弟。哎，他不跳嘞。几个月不见了。有点冷，我今天晚上吹得乌了不得。在那边。你看这个风嘛，应该有4级左右，4、5级左右，很冷呢。就在那跑短，拍完就拍。中间跳印象那个旁边那个是。
修卓玛，翁修卓玛，想起来了。因为直接走路回去噻，就要穿过去，对吧？
他跳一他可以。有点冷了哈，有点儿吹风吹雾啊。平时屋里面就是不穿外头嘛，嘎，躺到被窝里面都不冷。昨天晚上把我冷醒了。冷好冷嘛？昨天啊，觉得。冷醒了，我也把电热毯开轻了。哦，我没用那个。我今年是开始用，我今年从来不用。我娃娃过去耍的，他的用。
红不来了。
정작 12님 많아 대전주민이 많아 세로자 손든 소마쇼야 나가고 잘나고 좋게 잘나고 가와사도 시간에 집이라야네 나가고 잘나고 좋게 잘나고 내 놈이 다시 내줘야有粉丝给我送礼物没有啊？有啊，要好多红包啊，要红包。我那个啊，有个不管照。随时打个电话就说。现在成都可以放烟火了吗？可以啊。放了广播来噻。哦，城管还没来嘎。哦，你走了就早了。城管还没来就结束了。小娃娃放广告了。城管一来就开，城管一来就。城管管不到，警察管。警察管。嗯。我就是说，那都几年个很多在春节都在春节。
80岁。做的一把的说那就结束，我们是一个罗嗦大兄弟，提前就家的样样说把比你说，我有几笔个在那说的比你。我用几笔个在那说的比你哦，对，下不差他就小小。个彩色的嘎巴说那别急，说几句都给都给他说那表面。也俺当没说你那就说指望真的个家说家开哟，指望真的个家说家开哟。这边说没东西给他用说，娘家说家的当他去比这，他的说那么好的比点点的，吃了说家去比的给他同意，比没东西比说那用做，说娘家去比当他们说家。比真，他就那么莫比说的说这老家去白比说干同意，这老家去白比说干同意。干上的那同意说干上。说个东的那山地说个同意，盯着人单着是说我没给你，说家去中国的山那说能答应，家去中国的山那说能答应。刚才说们那么用着一手钱，主动说你那多一个一手中，然后说他这个真比他更说，家去说中国的那个没说，谁们能用着？说一时间，说劳动金把到底说几时着？然后他们证明说他做，说家去中国的男人说个为事，家去中国的男人说个为事，家去中国的男人说个为事。报上这么大二的一句，老公现在。
人，变三轮。哎，这个来了。哎，我脚小少了，天了。还有一个，上。大家都看。So to kasundala Korea So to kasundala Korea Tanu adoga so to kasundala Korea So liluta Korea So我呀，啥时候要别打吧？
手里，说清楚一个，他扛上手里，说就干那天，也让不是的，也让龙巴掌，说就做手里，说谁的人呀，那龙巴手里呀。山上的呀，给那心里说清楚一个，他扛上的呀。他说清楚一个，他扛上的呀。他手干那啥呀，不说的，说的龙巴掌做成做的呀。他说身体里那东那里呀，他说身体里那东那里呀。很小。Thank you.
西老，那完的白不说，红米的。那些那瓦干活把多少人，那些那瓦干活把多少人。
不家的呀呀，说嘛比你说，我要去比嘎扎的说的你，我要去比嘎扎的说的比你，哦，这日子想不差他就这个。切切的嘎巴索拉别吉，上几句空给都嘎索嘎表明，个夜那当没索你妈就索出老真来个家索恰给哟，出老真来个家索恰给哟，皮皮索没东西比那用索，养着索嘎的当个出皮子，他的索那把我别给点点的，吃罗索家。皮面都切比索那用做，索年比看的当他索牛皮针，看见了嘛我比索点点的，索吃路的去白比索干东西，吃路的去白比索干东西。他可能呢，他都挺好的货，大概29、27啊，28。明天30了。后天是啥？后天是30。以前8点2、说个东的那山地说个东西，听着那家是说我们给你，说家去中国山那家去中国山那经济不好，我没摆那儿了，他那个摆了。从你那路的一说中，那路说他这个亲密他更重，家去说中国的那个秘书。前面路用着说一时间，说着东西把到底说提示着，然后他们这亲密说大家中，说家去中国的那说个秘书，家去中国的那说个秘书，家去中国的那说个秘书，这是。
竞赛中心第3团队，儿童队。这是今晚竞赛中心的左右场的预备队，少儿队。啊，人家这是不跳了，明天不跳了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哎，2月3号再跳。下个月初5左右吧，好像初5左右。小朋友放假了，都跑过来跳舞了。预备队，这是未来的团队。都既有人了。拿去不到，有1年的可以去，没得1年的就去不到。有1年可以标注。有可以去，对，这份在国外。可以。那你免付钱了吗？我就退了算。你在 Q 照哪个人嘛？你嘛？啊
转，先往上。哎，开去，进来。长廊走这边，还有这边走。好，可以，那个位置。可以吧。还顶胶。开去快就展露一点点。基本都是顶胶。音乐，这个全部是。往左边走2步。站开一点，小罗站开一点。2个专业级的。小罗往那边走半步。Yeah.
那云上面有歌名吗？这个东西很好，等一下。那你没对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不是海龙？那个烧啊，明天炒。你多少钱？他说的啥名字？春华秋实。春华秋实。哪里头？他们在讲那个罗马。那罗马连飞不了嘛？说音乐了。前奏好长，前奏。这1分多钟了。
哦。28岁老铁。当时打下来也有成绩啊。哦。刚刚几秒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那个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翻越多少山岗，我也不会忘。一个是寒窗，一路选自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西山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那个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翻越多少山岗，我也不会忘。一个是寒窗，一路选自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西山，美丽闪耀的太阳，让我心儿滚烫的姑娘。一马扎西山，美丽闪亮的太阳，让我心儿滚烫的姑娘。高高的光芒吉祥，我们的相爱地久天长。
高压高压好。这个15分钟。谁都碰到过这
过年了，明天要团年，明天这把好像我吃辣的不行，看的不行了，好烦。是噻，减肥噻。前中午就拿到，也反正不行，来个冰镇。
咱们把人去走一下，马上把那些舞绳要来上啊。要说了不？这个。说到他节目，吃完饭喝了酒，后来就正好拍照，还给你来跳我外面那个知道的。
Yo,